西区一栋大楼昨暝火烧，200人赶紧逃生，落尾伫露台发现一个男性尸体，落火原因犹阁需要调查。中南部水灾，河流路猫仔、狗仔收容园区也受灾，不过所有人真歹心伫网络黑白付款，民众关注了后才发现，这拢是怪人。风台过了，佮加上西南气流影响台南关庙面旁边的停尸全部清掉，业者已经停工超过20日，产量直接减一半。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初6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台中市西区一个社区的大楼，昨暝发生火灾。这民众听到爆炸的声音了后呢，看到9楼是烧起来，200个人赶紧来逃生。落尾呢，这消防人员是伫咧露台呢，发现一个男性已经死亡，也那导火原因犹阁需要厘清。11点41分的时候到场啊，那火势大概在56分的时候就控制，大概15分钟的时间。那我们到场的时候，其实火势就蛮大的，那就发现有在9楼有一名民众在阳台受困，所以我们同仁就迅速布线再上去，大概很快的时间大概10分钟的时间就将火势扑灭，控制扑灭。好，但是很不幸的也造成一名民众的罹难。看到这大火直直安尼烧起来，有一个男性呢是徛伫咧露台喊救人。这个社区呢主要是咧细人套房的，差不多是有290户。消防局是出动18台水灵车，拢总40个人去甲抢救。这火势其实10几分就已经受到控制，也毋过露台呢所发现一个差不多40岁的男性已经明显死亡。估计这现场差不多已经烧20平方公尺，也那导火原因犹阁需要调查。好，这几日落大雨呢，互落水溪溪水涨悬，附近的真侪菜园拢予引起。当地这农民是表示讲，除了钱以外，伊嘛真烦恼讲未来这款情形会搁再来发生。第4河川分署是表示讲，目前已经提出改善工程的计划，预计年底就会当无工程予人做。本来过无几工就会当收割的菜园，却互大水冲甲淋落去，变作河道。受到最近连续大水后，造成落水溪溪水涨起来，高潭地也出现大面积的崩烂，将在菜园甲农业设施互大水冲甲无去。你看人像这菜安尼，一只野落尔，迄着叫挂甲规个拢崩了了，啊人这边好采收啊，你看崩甲规个拢装迄条的，无材料。你看人伊迄嘛无材料，唔敢坏啊。下骹差咧较2-3楼深。第一边啊，即摆从之前的水灾它一刮进来啊。当地农民讲，去年7个落水溪高潭地就因为凯美风台造成河道向倒滑侵蚀，大面积个崩烂。今年也为做滩地保护，如果拄到溪水涨起来，高潭地国求较水。我们推估流量达到5000 CNS 以上，虽然堤防安全没有问题。但造成部分高滩地的退缩，主要影响的范围位于西螺大桥下游左岸400公尺的一个高滩地，长度大约有850公尺，面积约有2.2公顷。苏河分署讲，即马会承认山长地就地取材做滩地保护，另外搁在进行河道整治，让水路行较顺，水流行较正。同时也提列工程计划改善，按算伫今年底发包，利用枯水期时间，让农民伫咧种作的时阵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阵啊，这大水雨呢，互农作物是受损真严重。伫咧彰化埔心的金密山野，嘛是因为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未少山野呢拢已经闭开啊。这农民是真无奈，表示讲，其实毋捌落过遮尔久的大水雨，当地这果子园受损已经超过5成，即马只通望后冬啊。落雨超过1礼拜，总算是等到出日头的好天，但是果园内底金密山野早就未堪伫连续几啊天的大水雨，毋是闭开就是水伤，甚至园仔外口囤规堆，拢是压雨压甲烂去的山野。要一半较低啦，一半嘿，就毋甘啊，辛苦1年啊，反正1年收一遍啊。咱这是为丹纳斯台风开始开始落连续落，对不到1个月所以才产生讲这个落心啦
甲这配沙较歹情形安尼。根据统计，中华县大约种105公顷的改良种山野，其中有50公顷是金蜜山野，佮以埔心乡种上济。但是因为今年初低温影响，产量本地就减少。7月中进入采收期，佮拄到风台大雨，加上这阵仔的大水雨影响，农会估计整体产量减免6-7成。因为连日的好大雨，影响到我们金蜜芒果的卖相不佳，导致咱农民的收入减少将近6成至7成啦。今年虽然咱的金蜜芒果损失非常严重，但是咱透过咱农会甲咱农民都层层把关。埔心乡农会表示，虽望今年金蜜山野产量减少，但是绩效起无济，杀去市场咧卖山野品质挂保证，希望民众用行动来挺辛苦的农民。另外，农会嘛提醒，政府已经公告7月28大水后的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办法，会当为即阵开始申请到8月19。记者杨素晴中华报道。好，这台南市风台过了，佮加上西南气流呢，这嘛影响到台南关庙面的产业。这旁边的停尸是全部拢去清掉。业者讲，因已经停工超过20日，这产量呢是直接来减一半。要那外销的订单，就要等到旧历7月过了才通出货。处理就好。台南这关庙面工厂本正应该这鸡仔拢会甲面摆伫咧柑仔咧拍，不过因为受到前一阵仔强在咧落雨，地书做面的进度拢前掉。即马台南遮做关庙面业者赶紧咧溜面摆好势，才搁摕出来拍。有业者讲，即阵仔已经歇要20外工，拢无法度做，产量比平常时减超过6成。无法度拍日啊，你搁互伊赶，你有限啊。因为阮这传统产业部分无法度讲做甲5大量啊。8点开始救嘛有限啊，一工可能就像阮这红仔布咧做的啦，50-60包啊，几百包的，无多啊。做关庙面上介重要就是靠日头落去拍，面条爱拍2工才通收。有业者指出，就算靠热天嘛无一定有法度做，因为着爱搁随时注意敢有西北雨，惊拍无担面搁生菇。目前因为量无够，有业者是针对国内市场，外销部分会撑到旧历7月后才出货。这回单仔是加上后来西南气流影响，南区气象中心嘛指出，确实7月落雨日子有较低。这个月就农历7月了，农历7月我们台湾的一些寺庙，它有普渡的需求，那我们会尽量把台湾寺庙普渡的需求为优先的供应对象。7月来看的话，平均的降雨日数大概是12.5天，但是以今年7月来讲，降雨日数有达到了20天。那以7月的降雨量来讲的话，大概比平均多了将近300毫米，所以各位大家会感受到，就是不管在降雨日数或降雨量上面都有偏多的感觉。初六南部总算出日头啊！南部气象中心讲，这几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天气相对较稳定，后续就要继续观察南方系统，敢会继续影响南部的天气。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即摆在台南沿海气温呢，嘛是同款，因为台南市风台上无是停电1礼拜，损失嘛同款真惨重。有立业立委就来质疑讲，这气温边仔呢，就是供电棒，敢讲袂当来当作是备用的电力咧。因是来建议讲，这供电案场应该就爱按设备，必要的时阵通好就近供电予附近的人。那经济部甲台电是表示讲，这项技术是会当来做的。电火条倒几排，气温拍空气的水车嘛拢袂顶袂动。但若是风台过了后，台南沿海部分的所在停电超过1礼拜，有袂少气温鱼拢死了，损失真正力。袂少气温边仔都是供电棒，供电拢已经恢复送电，敢无法度直接供应后边仔的气温早起民进党立委举行记者会，讲目前的设计也无法度。一般使用的部分的这个电力是要降压之后110或220的这个电力那个没有办法未经转换，没有办法直接提供。立委张嘉宾表示，供电棒若要就近来供电，都要有2万运作的设计，甲测换的设备，包括2万型的热变器、独联的系统。另外，控制系统要有自动切换2万模式的功能，嘛要设计微电棒的架构才有法度。为了让我们的电网分散。为了让我们的防灾应变的能力提高，那么这个模式呢，一定要请台电、经济部跟农业部共同来思考推动。经济部认为技术性会当处理，当咧甲台电讨论，台电嘛讲技术的问题会当克服。基本上这个构想上，
在现行技术上基本上是可行的。啊，没有外电，太阳能现在是没有办法发电的，没有办法送出来的。啊，所以一定要搭配储能或是发电机，啊的概念是这样的。所以技术上现在都有了。技术无问题，恐惊是卡伫土地。农牧用地是属于非都市的土地，目前若要起都量的设施，有面积的限制，敢若会当起较小型的。若要设置一定规模的都量设施，都要放量相关的规定。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 Trump 表示讲，上紧后礼拜就会来公布对半导体甲晶片的新关税，甚至这 Trump 佮讲到讲，这台积电会伫咧亚利桑那来投资3000亿的美金，这等于是比原本的金额搁再加买一倍遐尔济。也毋过，即马外界线看袂清，毋知影讲这 Trump 这个数字到底是安怎来的？美国总统川普找我讲，上紧后礼拜要公布对半导体加晶片的新关税。伊是一个 CNBC 节目专访时阵讲，将会就半导体加晶片发广告。这是一个个别的类别，因为美国希望伊是美国制造，也个全世界上先进的半导体，绝大部分拢是来自台积电的所在地台湾，客户包括苹果、辉达、高通加超微半导体。苹果社报道，川普一直强调利用关税刺激本土制造业的投资，包括晶片生产。伊找过俄罗台积电扩大伫美国市场的计划。伊讲，美国有世界上上大来自台湾的公司伫亚利桑那州投资3000亿美金，去世界上上大的晶片加半导体工厂。苹果社讲，也无清楚川普所引用的数字来源。台积电按算伫咧未来几年总投资1650亿美金，伫咧亚利桑那州起6个先进的半导体工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也有一个主要研发团队中心。因为数字前后无同款，苹果社向台积电加北京要求证明，但是双方拢无立即回复相关的讲法。台积电是伫今年3月宣布，要伫美国投资先进半导体制造。总投资金额会到1650亿美金。这项扩大投资包括起3座新晶圆厂、2座先进封装设施，也有一间主要研发团队中心。这个专案是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单项外国直接投资案。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讲到这台积电，有几来个台积电的员工呢是涉嫌伫咧在职的时阵，想要偷摕2奈米制程的这个机密。高检署今嘛已经开始咧调查。目前最新的消息是，这机密资料呢有可能是流向东京电子这间科技公司。目前有3个被告是互人收押，也那台积电也甲涉案人员开除，会追究到底。我们维持对今年全年营收的展望。若以美元计，台积公司2025年营收预计成长接近中段20位数。董事长魏泰嘉领军今年6月份的股东会宣布营收的好成绩，尽管大工大抢台积电在半导体制定有领先的地位，不过即马所爆发大波技术漏泄的重大事件。根据日本媒体日经亚洲的报道，是一挂员工涉嫌在任职期间违规摕到2奈米的关键技术。比较关键的是，他会不会去改善对手的良率？因为现在我们主要的对手其实并不是他没有先进制程，而是他先进制程良率太差，长期来讲对台积电的影响就会比较深远一点。针对台积电营业秘密红头贴，这个高检署证实已经伫咧侦办。专案是台积电主动发现在职的员工档案接触无正常，经过台积电内部的调查了后，发现公司的国家核心关键技术营业秘密，和前员工和现任员工非法取得。检方伫7月25到28实施连续团6个被告，其中有3个人涉及国家安全法嫌疑重大防羁押禁见。最终的使用者会不会是其他日本的跟台积电的同业？这个部分台积电就必须要予以防范。而会不会有一些关键性的技术，他们还没研发出来，他们就可以透过台积电所用的方法缩短他们的研发时间。台积电真正是到日本的成本去设厂，带动当地的经济。即马根据调查，漏泄的资料技术拢总流向日商东京威力科创的一个设备工程师，伊捌伫台积电系统整合部门做工课，目前嘛列入调查名单。对这公司回应讲，公司无做任何评论。另外，敢有重大技术通外流？台积电是无讲，敢若强调讲，已经对违规的人员做严格的惩处，绝对严格来处理，追究到底。记者综合报道。
有旅客指控，这国泰航空 CX565 班机呢，昨对日本的关西机场飞返来台湾，若是5点，就连这乘客行李嘛无甲人载回来。国泰航空是回应讲，这是考虑到这个安全，调整行李的配送，今仔日会赶紧把行李全部拢载回来。欢欢喜喜去日本耍，严过伫转来时阵，煞拄着恶梦。有旅客指控，因坐国泰航空的 CX565 班机，自日本的关西机场要转来台湾，严过找5下昼，班机毋若是延误，转来了后发现，旅客的行李竟然拢无对这台飞机转来。难免会遇到那种就是可能个人的没有赶上啊，像转机的，但整台好像有点比较少听到这样。钥匙没有回来的话，这样子在这边这住机场啊。旅客伫咧等行李，结果行李盘顶头拢空空。坐这台国泰班机的陈小姐讲，伊伫现场听到有人讲，把锁匙放伫咧行李内面，怎么到厝也无锁匙通开门。因为伊是甲万姓朋友放伫咧行李内面，但是航空公司竟然讲会甲行李送去出来互因。有留言，上个礼拜他们搭乘国泰也遇到类似的事情，行李没有回来。那我会觉得说，他们已经了解这是最低成本，然后可以糊弄人的方式。我希望是可以修法，至少要处罚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一定要罚款。国泰航空是讲，因为技术原因造成延误，而且需要先请一寡乘客落飞机，但是安排因住酒店提供餐饮，过来安排因坐坐落来班机赶紧转来台湾。对旅客指控，航空公司讲是为了要确保飞行安全，进行再当并行调整。如果要在时限内起飞呢，就没有办法花费额外的时间挑出指定旅客的行李，所以最终呢决定把所有的行李卸下，来确保飞机呢符合载重的限制，并且准时起飞。旅客是不满航空公司在发生突发状况时阵的应变机制加沟通流程。旅游专家也提醒，摇下加锁匙，上好是尽量在身躯边，避免航班若是延误，会造成更加大的不方便。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旧业客运去年当月无让过路人，结果呢是弄死一个东海大学姓林的查某学生。后来这保险公司呢是以业者排班无够理想，所以拒绝来甲赔偿。即马家属是来批评旧业公司，落尾是拍算用30万要甲人和解，这互人袂当接受。台中旧业客运305公车，去年到月经过中区绿川东街要倒华中山路，无让过路人弄死东海大学姓林的女大学生，家属找5透过律师发声明，真想去批评保险公司拒绝理赔，旧业公司甲他赔偿30万，家属无法度接受。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并没有去做出太多的改变。那对于这一起事故也并没有去负起他应该负担的责任，这个部分我们是认为比较遗憾，以及家属会感受到比较愤怒的部分。这事故造成一起自枪事后，台中市府动发业者720万，佮受贿业者伫台湾大道300号路线营运路宽3个月。调查的姓氏的司机今年4月，互台中地检署照过失第4罪起诉，进入一审审理当中。死者家属声明表示，司机因为公司排班失当出现疲劳驾驶情形，违反旧业公司投保的责任保险契约条款，互保险公司用这做理由拒绝理赔。旧业公司干来用30万要和解，呼吁业者都要负起责任。其实我们的法务跟对方跟当事驾驶的律师在谈啊，还有跟那个受害家属的律师，但是他三方现在正在联络，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到底是这个数字是哪里来的。业者强调，目前双方甲驾驶律师咧联络安排调解时期，也未进行实际协商，而且司机超时疲劳驾驶甲事实无符合，无清楚30万数字为倒位来，后续会积极甲家属协商。钱是小，但是之后的会衍生出来的更多的这种所谓无良驾驶行为，都源自于说大家可以用赖皮的方式，或是用一个说不理赔的模式，这种想法或是这种感觉的话，其实这个是我们所不乐见的。共同团体认为，这案件是指标性案件，保险照契约行若免理赔，应该由市区公车业者甲台中市府负起责任，免简单下责。不过台中市交通局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救灾，麦当救出诈骗的问题，就是因为中南部这波水灾呢，让不少流浪猫仔、狗仔收容园区嘛同款受灾。也毋过，所有一个专门伫网络无饲料的平台，无经过授权，就甲台湾动物救援小组的影片甲摕来用，而且搁伫网络拍广告。袂少人是捐钱斗3工，落尾才发现讲，这拢是怪人的。饲料平台业者的面册顶悬一篇一篇的文，写的拢是即摆南部地区有猫仔狗仔收容园区受灾，望大家斗3工来买饲料，袂少民众拢有捐钱。毋过即几工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刷刷接到民众检举，讲即间饲料平台是用因的影片去看广告，爱大家捐钱送饲料。救援小组一查才知影，即间公司是私人的，毋是公益团体。初步估计有上万人捐钱。因为网友看到这些猫狗园区很惨的这些状况呢，那他们就误以为说这个也是一个公益团体，所以就纷纷捐款。那其实呢，并不知道说他们其实是一家100%以盈利为目的在贩售饲料的公司。因为广告影片剪接的访问有的不是受灾园区，所写的文字嘛会民众误解，家己捐的钱是要帮助灾区，所以袂少民众拢感觉家己互骗去，要求业者爱讲好清楚。业者也打出声明，不过说只有针对无授权使用公益影片的部分来道歉，捐款运用的部分拢无说明。这个平台有公布真侪受帮助的收容园区，记者也是在敲电话去了解，敢有收到业者送来的爱心饲料。他们有做到啊，这我不晓得说中间这个他们的木跟送之间的一个怎么个情形，我们不知道。可是他是真的有送到我们这儿来。虽然纠正的这间园区无受灾，不过确实有收到爱心饲料。不过业者的做法确实会引起误会。但是在纠正业者因无要接受访问，只有讲会将捐赠的资料整理好势，到时公布伫网站。私人公司伫网络传播的行为敢有违法？台南市府当咧查明，针对这个事件，台湾动物救援小组也呼吁民众，伫咧做公益的时阵，一定要多方面的查证，避免受骗。记者柯家库朝向高雄场报道。南洋台南这每仔会呢是用1档的时间来完成全台湾头一份针对移民甲移工这诈骗风险的制度性调查，显示讲伫咧网络顶悬买物件，就是上定看到这诈骗的类型。拄到诈骗的时阵，其实因报案的比例呢有较低，而且呢真侪移工呢因为伤过单纯，也真侪时阵拢是无选择的权利。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到今年6月，台湾的移民和移工已经超过145万人。也毋过因为语言的限制，无了解申诉的制度，定会拄到诈骗。有民间团体就针对移民和移工发布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有要3成的人表示，因捌拄到假政府单位，也是找头路索取互假公司诈骗等等，造成财产的损失，各诸互人冒用的风险。他们也比较少接触这些单位，然后不熟悉，然后只要有人一说，我其实是移民署来的。或者是我是那个劳动部的官员，然后讲话就是很有自信的时候，很多移民移工就相信了。民团呼吁，目前政府虽然有多元语言的服务，不过翻译电话订单，因建议政府爱改善这个系统，提供更加多元的方式来传达防诈骗的资讯，嘛建立属于移民和移工的检举制度。我们要强化多语资讯的传递跟管道。不管是既有的政策，或者已经改了政策，其实移民移工真的搞不太清楚，通报机制其实非常的不友善。除了语言以外，还有就是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通报。民间团体嘛指出，有的导游移工也是非法减职，会因为唔敢接受政府的协助，可能互诈骗的问题更加严重。民团要求政府全面调整移工的劳动政策，保障因伫台湾的生活。记者桂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汤圆联欢会的活动，今年是以生态甲环保来做主题，主要是用稻草等等的农业废弃物来做5组的艺术作品。也毋过，所有民众呢为着翕相是规个人爬起到这个艺术品的顶头。农业局表示会加强过施甲巡查。汤圆联欢会会场，穿白衫、长头毛的小姐，规个人爬起哩装置艺术，一个啊盘腿坐伫莲花顶，一个啊搁徛着。靠伫甲巴顶，互朋友为翕相。民众看到是真生气，表示明明边仔都有写，请唔通碰的广告也背起来。这好像不好啊，会破坏啊。因为这可能也是人家的心血，这样坐在上面可能也不太礼貌。我是不建议做，因为大家要爱惜它，可以给其他的民众来欣赏。汤圆联欢会活动进入第27年，今年特别推出用稻草为主的农业的废弃物，以生态环保主题做5组装置艺术，卡苗结合保育类动物，
台北车甲巴甲花莲异常。农业局表示，虽然有加强结构性的安全，也毋过毕竟毋是建筑物，建议翕相出境。我们希望他们夏天在户外游玩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场地，然后但是也要安全，所以我们会把告示牌做更大一点，然后也会加强现场不定期的巡查。抢唔通摸的告示牌就踩伫涂骹。当年7至8月期间是观音莲花大开的季节，当地更加有北观音、南北河的讲法。总体艺术主要是提供给游客翕相留念，刷定有防破坏的情况发生，不少游客感觉就算无看到，也应该发挥公德心，爱惜公布节条。农业局除了会加大告示牌，也会加强巡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1945年8月初6，也就是这个时阵呢，美国是伫日本的广岛希罗西马是投原子炸弹，迄当阵是造成14万人死亡。今仔日已经满80周年啊，当地是来举办纪念仪式，同时嘛来祈求和平。另外，咱的驻日本代表李义勇嘛有去参加。日本当地时间8月初6早起的8点15分，伫个广岛市的和平纪念公园，这和平的钟声响起，纪念80当前原子弹爆炸案。这日本首相就破部，还有广岛市市长拢有到位。今年是拢总有120国的代表来参加，咱台湾甲巴勒斯坦嘛是头一届来出席。另外，咱的驻日本代表李义勇也伫个纪念仪式顶头，甲美国大使握手来烧招门。我来看中国四川有一个14岁查某囡仔呢，互几来同学甲霸凌，而且这画面阁互人传起伫网络顶头，这是引起真大的争议。当地真侪人是不满当局对加害者的处罚上过轻，所以去甲市政府抗议，结果所有大镇警察出动来镇压，引起警民的冲突。17岁少女洪碧在烫顶观察，或者一个同岁查某学生卡站手目，加害学生甲拍人的影片发起伫网络，佮讲毋是无入去过警察局，一日就出来，无得惊人报警察。这个发生在中国四川江油市的霸凌案，互全部市民拢真生气。江油市政府初时表示讲，今年7月2日下晡，姓刘的学生和姓罗的学生是发生纠纷，姓刘的学生找2个查某学生做伙甲拍，造成姓罗的学生头皮和2个脚头躯拢有真侪刺伤，经过鉴定是轻微伤。3个加害学生送矫正学校，也是批评教育。当地的人讲，受害学生的妈妈是听袂到，和无法度讲话的人士，查某囡仔常常防霸凌，而且因拢认为讲警方的处理伤轻啊。因为安尼，一大堆民众测试伫江油市政府外口在抗议。是不是要国旗的？是不是要国旗的？国旗的！围观的少年人替声援的负责人在讲话，但互警方强烈压制。到暗时，阁有几百民众，警方分组来驱离，引发冲突，有市民因为安尼受伤。这个半暝3点，街仔路拢甲清空，但是网络流出一段影片，警方用催泪弹来镇压，有人画共产党落台、习近平落台，但是目前阁无法度来核实。但是因为市民抗议受伤的人数，外传被害少女失踪，无搁较侪说明，当地已经要求中央随介入调查真相。记者综合报道。讲来政治界消息来关心的是，这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伊正不满这台北市议员郑小平公开讲伊收人乌西，所以加个加重诽谤。今仔日开庭，双方落尾是有和解，也毋过郭定也是正不满，讲这郑小平呢，回实的是无够有诚意。另外，今仔日嘛是郭文德66岁的生日，所以支持者也伫咧外口大声甲祝福伊平安健康。支持者去到法院外口，警备车愈晚，声援就愈大声。不过因无法加油，改发平安健康。希望在爱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德66岁生日一切顺遂。郭文德初六这天生日，伊以自诉人的身份，方提审到庭。这个出庭并不是因为经发生案，是提告台北市议员钟小平涉嫌加重诽谤，2个人正面交锋。不过这个开庭无公开审理。钟小平就是含血喷人哦，在过去这一些发言呢，根本就是无的放矢的造谣，所以我们也不会任凭这个案子去让任何人想要息事宁人哦。
专案是去年9月份，张小平伫政论节目讲郭文德收经发城几亿的乌洗钱，各传袂见证的信息去互查某记者，去互民众党批评是乌白做乌，甘会无天。那我说我也有基本的查证，那没有100%的查证，基于蓝白合啊，基于整个社会大和解，然后我们也愿意跟他致歉。你要不要具体的说清楚？你要道歉的内容是什么？你要道歉的内容应该是说他收了这个汇款3、4亿元，对他造成人格的伤害、人格的抹黑，请钟小平你郑重道歉。经过要1点钟的开庭，双方有达成和解，不过瓜定也感觉不满，讲钟小平答应要回息的，不过完全无诚意。即马专案暂时告一段落，所来测试法院嘛，搁一届提审郭文德，而且传唤立委黄珊珊等人来作证，持续审理经花城等案。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要去澳洲来访问，这是伊今年第2次出国访问，表示讲会来做城市外交、考察建设，也有拓展经济贸易等等，互中央甲地方做伙拍拼来解决美国关税的危机。那在短短5天在澳洲的时间，那我们的行程非常的紧凑。那此行呢，包括我们要加强城市外交。那另外呢，台湾现在有关税问题，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次能够拓展我们的经贸布局。卢秀燕讲，这边去澳洲访问，城市外交的行程排甲正满，除了伫当地举行大屯美展，也会考察美术馆甲能源转型等行程，也会宣慰侨胞，加强对非美国以外城市的连贴，地方中央分政合击，做伙化解美国关税危机。这次美国对等关税影响最大的区域，应该就是中部这个区块。那但是呢，危机就是我们的转机。那也因此呢，我们希望除了城市外交之外呢，借着城市外交，我们也可以加强对于非美国以外的市场加强联系跟加强了解。那此行也有这方面的一个目的性。卢秀燕这边出访正保密，昨早记者宣布要出访，暗时就出发。伫同机场对媒体问讲，是毋是要参选国民党主席，伊无回应。按算10月返来台湾。记者综合报道。9月初3是军人节，即马有2万间以上的店家呢，是来推出建军的方案。咱行政院长邓英台去记者会时有讲到，讲面对这中国的侵略，也有咱台湾国内救灾，拢会当看到咱国军守护家园的行动。我喜代表军民共同保卫中华民国的。标准陆海空3军的导行，结合零售业、产业业、油气业，展现军民共同保卫家园的意向。迎接93军人节，全台湾有2万间以上的企业店面遭建军方案。行政院长杜英泰参加建军记者会，讲7个是国家团结的国军，无论是伫咧汉光演习，或者是风台大雨救灾，拢伫前线守护国人。无时无刻，来自对岸各种军机、军舰的侵扰。他总是站在第一线，我们看到的国军官兵都在我们的前面，保护着我们，阻挡着对我们来的侵犯，不然是人为的或是天然的。民间企业用具体行动展现军民共心，让国军更加有信心守护家园，全力提升战力。去年向美国采买291套 Artis 600 MV 无人机，第一批这军来到台湾，提升国军的战力。从这近20年来，美国军售台湾上紧交会记录，国军也评估会搁再买1000台。国防部长郭立雄讲 ，Artis 700也是选项之一。这个 Artis 600之外他们也会有精进这个700的部分，Artis 700。那我们也会按照我们的这个联合战力的规划，如果预算可以的话，我们就会来适时的筹获这样。因那总统赖清德讲，明年国防预算要达到 GDP 3%以上，这么外界是一个注意国军采购的清单。郭立雄讲，下半年就会提出特别预算，向国际展现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预防家庭暴力，在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是邀请卫福部等等的相关单位来进行专案报告。有立委是认为讲，即马保护令的制度呢，应该就要重新来检讨。即马代志当咧讨论尔，今仔日伫咧家己又搁传出一桩，哪像是家庭暴力的悲剧。这是一个有保护令的女性呢，因为甲伊的翁婿冤家，结果情绪失控，转甲对方妒好死。这警方已经依法甲送办。
各传出技术加步比强，家己最上向找到透早点外，有一个翁某因为不明原因擦甲真厉害。30岁姓黄太太情绪失控，提水骨刀啊堵向36岁姓曾的先生，经销得到报案了后，将先生送去，不过最后抢救无效死亡。警方调查发现，姓黄太太1年前有申请民事保护令，详细案情依然要等警方进一步调查。王女持水果刀刺伤庄男，庄男送医不治，全案依杀人罪移送嘉义地检署侦办。因为最近发生真侪件重大家暴案件，包含新北土城杀车案、台北酒店女公关和查甫朋友挂后身亡。有立委认为，被害者伫已经合法保护令情形之下，依然互加害者杀害，这起家暴令失灵。法务部有防性羁押制度不够周全，爱去检讨。这显然连被害人的家属都觉得，这个加害人其实已经是很可怕了。警方移送之后，要在24小时之内做出决定。所以，这个司长，我要建议你的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检察官在这一方面的敏感度其实是不足的。空窗期的时候，我们来加强。第二个，那个刑事的一个强度，执行的强度，还有我们也会跟司法院还有法务部，还有警政内政部警政署来继续来协调来开会。卫福部长柯泰源强调，已经检讨这码机制，会就保护令的申请到合法的安全抗判期，强化风险防控，可提出2项精进措施，包含强化庇护安置甲紧急安全服务，缩短民事保护令的审理甲核发时间，希望引进密集完整的安全守护网。记者综合报道。针对8月23中溪核三厂公道的这个议题，有亲子团体呢是来呼吁社会唔通互核灾的风险来威胁到咱后一代的子孙。民间团体嘛要伫全国来举办读绘本的行动，透过台语的囡仔册，含囡仔做伙来思考这核能到底有啥物款的风险，培养囡仔参与公共议题的能力。守住孩子的未来，拒绝核三重启。亲子团体囡仔发出诉求，面对8月23核三中溪公投，家长烦恼讲核能的风险会伤害到后一代的子孙。现场17岁周瑞良表示，想起12当前和妈妈行向街头参加反核游行，感慨这么多年过去啊，社会也是无考虑到少年人的心声。虽然现在我还没有投票权，但我也是未来要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其中一份子。你们可以投票，可以做决定，但是最终要活在这些决定里的人，是我们这一代的。民团表示，核三厂就设伫咧恒春的长站台，若发生地动，恐惊会互日本福岛核灾这款的事故伫咧台湾发生。民团嘛指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福岛的居民得到大甘归甘的比例明显有提悬，特别是查某囡仔得甘的风险超过70%。福岛的核污水到现在都还在持续排到海里面的争议，应该也就说明了核灾对于环境的影响也是这么的源远流长。有一些风险，也许它发生的频率没有到很高，但是只要发生过一次，后果我们就无法承受。另外，民团认为，若是要重新启动40年历史的核三厂改善设备，时间绝对不是3档5档就当解决的代志，这是大笔的社会成本。因以芬兰的核废料处理厂做例，建设的经费就超过300亿的新台票，但是台湾到今也未有基本的规划。民团呼吁要有较齐全的配套。它的零件已经运转40年，就算真的要重启，也得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估、检修、更换老旧设备，并向国外购置备件。那绝对不是3、5年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我们现在所谓很急迫的能源危机，又要怎么处理？民团也用台语囡仔册伫咧专台举办绘本活动，互囡仔去思考核能的好处和伤害，培养思考公共议题的能力。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这新竹市审计署最近呢是针对这市内的公车的服务来提出报告。这内容指出讲，虽然新竹是有5间客运业者来提供服务，也毋过事实上呢，规个新竹市煞有超过60%的区域是无公车，这是造成真侪人安尼无方便。所以因要求新竹市府呢，就要来研究公车服务的范围，来提出改善计划。公车到站，民众排队上车，目前拢总有5间客运业者提供新竹市公车服务。不过最近，互新竹市府审计署点名讲，规
过市区有超过60成的区域无公车咧行，而且路线甲民众的需求也有落差，要求市府改善。就是看公车站牌的话，可能比较少一点。坐过几次而已，大概2次。坐过2次啊？对。它方便吗 ？OK 啊，方便啊。有几次我搭的时候，它不是，就是可能上面跑，就是也不会告诉你说，可能手机上面吧显示几点到，但它确实就是不会来。报告当中指出，到去年底为止，新北市拢总有26条公车路线，载客人数398万人次。除了要求市府对路线提出改善，也要针对较列明的路线增加车帮。市府回应，目前新北市的公共运输涵盖率超过9成，除了公车，也包含火车、客运、计程车、巡回巴士等等。新竹市与邻近县市区域提供多元的轨道与公车路线服务市民，包括了台铁、市区公车、公路客运、幸福小黄以及园区巡回巴士服务。那整体的公共运输涵盖率已经达到了91%。那为了照顾交通不便区域的居民就医就学的交通需求，市府也辟实了2条幸福小黄路线，也会持续来收集民众的使用需求，来提高整体幸福小黄的一个使用率。市府指出，未来会找客运业者共同研究更加适合的公车路线，也增加车帮，符合民众的交通需求，建立更加完整的交通路网。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创世基金会屏东分院的设立到今已经要20档的时间啦，今年是头一摆了钱。院长表示讲，即马就是受到景气歹，也阁有天然灾害影响，顶半当这无着的钱呢是减300多万，就连果子的义卖量嘛卖无一半。院方是强调讲，虽然即马状况是真艰难，不过也是会继续来服务食不人。去年我们有做一个圆梦计划，然后就是经过家属同意，他们愿意跟他家人一起拍照。壁顶挂水水是病患甲家属的沙龙相片，拢是创世基金会屏东分院安排翕的。屏东分院创立要20档，照顾真侪病患。不过院长林湘华表示，今年受到经济歹、灾害济相同打击，若捐钱的民众减少3成，连固定举办水果义卖，今年嘛比因过减少一半以上，互因手头愈来愈暗。统计到7月已经超过300万的债务红字。1到7月部分，相较去年已经付了300万。那我们捐款部分呢？相较于去年，我们光上门就主动来捐款的部分就找了将近500笔，那上门就找了将近180万的收入。创世屏东分院目前收治53位植物人，并且提供到厝服务70位重症病者，每人每个月照顾费用差不多要5万至7万左右，负担沉重。林湘华讲，尽管扣钱困难，植物人的看顾袂使断，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会使用定期定额的方式，一个月300块，大家斗3工一寡医疗物资的部分。其实定期定额我们大概推了3、4年了，100、200都可以定期定额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去购买尿布、奶粉啊，然后做我们照顾的费用，其实对我们来说才是长期的注意啊。为着协助渡过难关，有企业甲民间伫顶个月30日带头捐59万块，协助屏东分院核消毒设备和医疗器材，提升院内植物人的生活品质。院长表示，下半年的募款甲义卖活动，嘛是会继续照起工作，希望有更较侪民众会当和民斗阵做功德。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伫八卦山顶的南投凤山卫生室呢，因为所在是较矮较旧，所以县政府是找另外一搭新的所在来设置，昨举办入厝典礼。这新的卫生室设备有影是加较好，也毋过当地人是讲呢，一礼拜敢若一届2点钟的服务尔，希望这医疗的效能会当搁再提升。那县政府表示讲会搁来整合资源。南投县南投市卫生所凤山卫生室初五下晡闹热入新厝，内底有诊疗空间、围到子孙区等等，设施功能拢真完善。不过一礼拜敢若一摆2点钟的纯净服务。在地67岁的黄先生讲，伊的家后有高血压、糖尿病，嘛有开过脑，2礼拜就爱去病院一届，住伫山顶要去病院拢爱搬2架车。希望未来卫生室会当增加看诊的科别甲时间。高血压啦，有糖分啦，迄拢固定爱食药啊啦，拢爱走到草屯去嘛，足无方便的。加1颗2颗，看啥物有需要的，偌久起来一摆，看会当吼，后摆若资源有够吼，提悬即个额度，比如讲一礼拜做2天或者是3天。
在地里长表示，红山里的老人人口有6成左右，少年人大多数在外地食头路，长辈若是有法度，拢爱靠家己去看医生。南投县政府卫生局表示，目前南投有送药到厝的服务，有的病院嘛有提供远距离视讯看诊，这个多元的服务来解决偏乡欠医疗资源的问题。用远距的方式也可以来提供看诊，或是我们用多科别啊，就每个礼拜，比如说除了礼拜2固定加1科门诊之外，我们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科别需要，我们再拓展它的时间。南投县政府卫生局强调，未来嘛整合红山卫生室附近市里居民的需求，增加看诊的科别甲时间。另外，南投县府表示，目前伫240多个社区据点，拢有替时代做过合一的健康牛测，嘛有各种疾病巡回体检车，希望就近照顾全民的健康。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关键的议题来关心的是，这丹那市风台佮加上西南气流的影响，伫咧台南海沙部呢，即马是出现真侪粪扫甲水流差。另外，有较挖这乌面腊杯保护区的沙洲，这地形嘛有一寡变动，这是引起学界的注意。风台加上西南气流影响，台南乌面腊杯保护区西海堤边最近出现真侪水查甲玻璃浪，因过过去遮下海漂粪扫真少出现伫这个地点，因为外口也有沙洲对着地点甲以往比，更加向后退大约300公尺，研判是风台风力伤强造成的。我们看到垃圾其实是越过堤防，到了堤岸内的道路跟余温这一边，整个垃圾的堆积是比较往内陆移动。南社大也发现，即摆强降雨了后，南区树群性沙坡真侪塑胶袋啊、塑胶管啊等粪扫为山中冲出来。冲上岸之后，因为强风的关系，所以很快就又被沙子覆盖住。到之后的雨水，慢慢的，我们再去到沙滩，很多垃圾慢慢的又被雨水刷出来，所以慢慢的一些塑胶袋啊，大量塑胶袋就慢慢的又浮现出来了。对此，台南市府表示，针对沙坡溪口的废弃物，也由各机关清理中，希望以上紧的速度完成海岸清洁面貌。海岸线很长，分属不同的权管单位。那台市政府环保局就所辖的范畴，会来加速的清除。那也通报中央权管单位，共同努力的来清除海洋废弃物。另外，风台过了后，闸门溪口附近的沙洲拢有增长退休的变化。市府强调，沙洲的增长也是缩减，是自然淹退现象。即摆丹那市风台更加造成明显的影响，市府继续以生态工法加强涌滩。台南社大是呼吁，面对极端气候影响，各部门的人造海堤只是增加避难时间，减少民众受灾频率。保证政府欠的是边缘海边避灾机制，更加应该完善灾后应对机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山区落大雨，甲这水流差是呛落这山骹，这高雄临盆的山尾这段呢，是看到真侪茶库。虽然讲是无直接影响到渔船的出入，也毋过当地渔会要是提醒这夜间作业的渔船，都要注意安全。另外，高雄市府也赶紧来清运。将这水流差拢掉伫咧岸边，官手找人早起继续伫咧清。0728高雄山区落大雨，长期的石仔甲废弃物沿高平轨或者是洋楼蹲伫咧林园散尾的牙关附近。土石流就会一直拉流下来，流下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洋流就这边的因为我们这边是交界嘛，所以大部分都往上，有洋流是往上的嘛北上嘛，所以我刚好就带我们这边，我们林园是第一站。最多的水流差内面有一寡大大细细，敢若石头共款的纸，是台湾珍贵阿根廷，所以有真侪民众走来海沙坡找宝，想要早登去收藏或者是考刷。大部分的水流差拢是掉伫咧海沙坡，不过附近的消波地要卡一寡，暗时作业的渔民爱注意。有一寡渔船划拢了是这个山尾渔港，阮希望咱这个渔民，若要出入这个港区的时阵非常特别要注意。渔会讲，虽然水流差也无直接影响附近的三尾渔港，不过因为牙关因为刺激指南洲，这几年将这观光景点竟影响景观，希望赶紧清理。现场的数量占估大概500吨，那昨天我们就已经进场集运，集运完成之后呢，我们依程序要请林务署进行有价木料的辨识。水利局讲，等林业四会辨识程序完成，会甲有价值的茶再去指定的场所了，结果再请厂商清理现场。公视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看宜兰的竹仔口溪呢，因为排放饲猪甲家庭的废水，这氨甲氮的浓度是降袂落来，这是全宜兰污染上界严重的河川。即马县政府是来公告竹仔口溪放流水标准草案，分阶段来限制氨甲氮的排放量，预计年底就会当正式实施。 宜兰大溪竹仔口溪因为水头饲猪户排放的污水加上家庭垃圾水，和河川氨氮浓度真悬，是全县污染上严重的河川未解决问题。县政府最近复告公告，宜兰县竹仔口溪放流水标准草案要分阶段限制畜牧业者的氨氮排放量。 我们是希望，整个氨氮的部分在民间的部分，我们会分年分期来做管制。草案规定，新设畜牧业者氨氮放流标准是每公升10毫克以下，原来畜牧业者分3阶段实施。标准公告时无限制，2029年开始第1阶段是每公升150毫克，2034年第3阶段每公升75毫克。草案完成审查，按算年底会上县议会比查了后，就应公告实施。如果他们不离目，那是不是我们逐年你们要去辅导业者？ 看他们的污水是要怎么处理，他们的废水应该怎么处理。地方落建公告解决污染甲臭味问题，不过也是建议按有配套措施，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另外，公告实施了后，若畜牧业者排放无符合标准，县政府应照《水污染防治法》罚6000以上60万以下。饲猪业者也希望要有配套。这些配套会比较好啦。对呀，因为这样的话，大家。 减轻一点，一些猪农会比较好配合啦。饲猪业者表示，宜兰饲猪场本来就是小场，饲的成本已经真悬。若公告实施之前有补助运送废弃物，或者是改善设备才配套，业者才能配合公告的规范。县府表示，有告期间会继续收集相关意见，做好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农业部花莲农改场为着推展自然农法，去年开始就伫田园内底来采一寡鸡仔。即马经过当外观察，陆续记录到12种珍贵的鸟仔类。白色上有红宝石同款的目睭，直接飞到花莲农改场，尤其农业研究中心的吴志玲，唔知家己已经互镜头翕到。这相机一年来，还阁观察到红鹇，还阁有长背壁螺等12种罕见的鸟类。 那这个猛禽的出现在田区里面，它代表的意义是田区里面有一些它的食物哦。那它的角色其实可以帮助田区里面去清除那些我们认为对作物有害的，例如说它会抓老鼠。 园区内底阁设真侪小小的茶厝，添各种的毒鸡芳来带。这毒鸡芳有的是肉食性，比如如果用食海棠；赤球芳是食花粉，因有效帮助动作不受粉。 独居蜂它是一个很好的授粉昆虫，所以用这个来引诱，然后在田区的周边创造一个比较高的独居蜂，就是帮他把房间准备好，他会比较愿意来这边入住。入住完了，他的小孩子出来，其实就在这附近活动，那他就会在田里面授粉。 农改场强调，过去惯性农法用的杀虫剂破坏自然界平衡，自然农法是用动物天性，等有效减少虫害甲防治资材使用需求，会继续记录这自然生态，建立永续甲友善的农业生产体系。记者综合报道。原来下晡的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 北部地区29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29度到34度，南部地区29度到35度，东部地区是29度到33度。 那外岛地区27度到31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相会。